信任係所有健康關係嘅基石。喺婚姻關係中，當夫妻雙方嘅行為同反應都係可預測同埋無私，係以共同利益為方向嘅話呢，信任就會增長啦。夫妻相處嘅時間越長，就越了解對方，咁而穩定而緊密嘅聯繫，對於建立同埋保持信任係至關重要㗎。因此，追求健康婚姻嘅夫妻，為咗喺一齊可以會犧牲便利啦、經濟利益啦，甚或就業機會都可以犧牲。正如信任喺人際關係中係至關重要一樣，信心喺我哋同上帝嘅關係中都同樣重要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。信心亦都係透過不斷與上帝連接、願意犧牲阻礙關係建立嘅事業而培養出嚟嘅。我哋嘅信心喺奉獻方面係常受考驗。喺生活成本不斷增加嘅世界裏邊，將屬於上帝嘅嘢歸還俾佢係需要信心嘅。如果冇信心，收入有限嘅人會覺得奉獻好艱難。但係信心係相信上帝嘅話語，相信佢嘅信實同埋應許。喺馬拉基書中，上帝邀請我哋將11同埋奉獻放入佢嘅倉庫嚟到試下佢。上帝話：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每當我哋奉獻，就喺度表明對上帝同佢應許嘅信心。咁如果我哋停止奉獻呢，即係意味着我哋對佢缺乏信心啦，亦都顯明咗靈性上嘅脫節。今日請考慮將你嘅信心付諸行動啦。喺每當有收入嘅時候，你就定期歸還11同埋固定百分比嘅奉獻。願將我哋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